我讲到这委内瑞拉，美国呢是出动这军队伫因的外海呢，甲人扣一只游船，理由是委内瑞拉呢是牵涉着支持恐怖组织，也那委内瑞拉伊是大谴责，讲美国这款行为袂输是国际海贼的。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七十日社群平台 X 公布，美军坐直升机雷降到船长号游轮，手提庆海执行扣押的45秒影片。美国的官员表示，任务是由海岸防卫队执行，海军支援，因为停靠伫加勒比海的福特航空母舰出发。这个行动是伫国际海峡执行，规个过程正平顺，无冲突。委内瑞拉国家指挥公司内部文件显示，船长号是伫12月初2离开委内瑞拉，船顶载200万桶动质原油，一半属有国家原油进口商。船只追踪资料库显示，这只船进前叫做阿迪萨，互人指控隶属伊朗革命卫队甲黎巴嫩真主党。2022年去予美国列伫制裁名单中。总统川普迄天伫北京甲商业领袖所举行的研讨会议时，宣布伫委内瑞拉外海扣押一只6年来上界大游轮。记者进一步追问，船顶的原油要安怎处理？Well, we keep it, I guess. 委内瑞拉外长发表声明，强烈谴责，讲这是无体的窃盗，也甲国际海盗行为，会以绝对的决心捍卫国家主权、自然资源甲国家的尊严，并且会向国际机构检举谴责美方的行为。总统马杜罗迄天伫卡拉卡斯的大型集会，对支持的民众表示，美国政府应该随停止对委内瑞拉甲拉丁美洲的非法而且残暴的干涉。No a los planes de desestabilización de cambio de régimen. Allá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e se dediquen a gobernar su país. 这2个月，美国伫加勒比海部署全球上大的航空母舰福特号 F-35战斗机，15000个兵力。军事专家形容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加勒比海区域规模上大的军力集合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议员范霍伦伊讲，川普政府扣押游轮，也甲一定哪吒打击运动船，背后敢若一个目的，都是用武力甲政权变落台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